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相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轻便是紧凑，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快红跳悠啊的米香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相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情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日本的期待。哈？去日本？我听讲日本有什么土嘅 designer 学课，我想去看，我做得土么？哎呦，台湾土咧，你还要走去日本土？什么年土都美咧，还係要嫁人嘅呀？跟老家人冇关系，我想要做 designer，有自家嘅 brand，做生意。什么年哦，就係要相夫教子，都無靠哦，老老公聽書啊。做埋生理呢，會本你休息哦。家嫂，你就懂聽啊？哎呦，我冇夠用啊！我係哦，本用雙行嘅調家娘啊。哪有嘛嘅冇夠用？都嘛嘅死胎咧！哪有什麼做唔得自家做生意遐嘅鬼聽？做唔得就係做唔得啦。家嫂，你個……唔是講咧。头上是癌了。妹弟，日本有什么土嘅地在哪个课？我有希望啊，我妹有下新的希望都发上啊。哈，你還下新的去麻煩你呢？好，我來問你，你記得去日本要花幾多錢啊？啊？我做得好地仔。我们做的帶到去日本貨進來賣，伊都馬上配安尼啊，錯麼？哎，佢係日本人，你係嘛？啊？迄講哦，有課上照顧，去日本免唔怕啦，吼。做啥？你要本佢去哦？你有誒哈？叫你家神吼。无爱本期，期尾尾哦，自家想办法去。迄个可以娘妹，唔会唔记嘿。哎，你多上万哎呦，就係有你那種種子嘅，多上才會有愛用，冇法冇天嘅妹啦。使乜你做嘛嘅神靈哦，哈？卡上，多上。你話？我妹愛去日本。你係用嘅哈？亂亂嘅啊！你丟埋鬧年哦！
也唔晓得咧。来，你等一下呀，咱先给他3斤来讲啦，啊。3斤。 3斤，哎，用的啊，搞品质叫什么摸啦？品质用的咯。爸，要配起来的，都买嘿，赶紧搞起啦，啊！考嘛加啦，滚你给的啦，字音符号啦，啊凊彩啦，你搞起啦。好啦，有限哦，要搞伊。 啊，当然了，伊无限啊，事业总状态啊，阮中国都做唔出，无限疲软啊。错啦，人连中国都做唔好啦，该用的啊，来通讲啦，呀个问题无解决咯，大家都无翻好色的啦，我嘛字音符号啊。 跳咪停停，又跳，都做得啊！散啦，散吧，我来了。跳咪，你搞起啦，get起啦！来去，莫给咪，买个跳油啊，咪是暗茶。 那迄组的跳出乜个好东西啊？其实人家无钱的，剩下这东西好用。要就无奈何啊，那个爱啦啊！接到。 阿斌，无称用袂准哦。唔怕啊，我记下了。小哥，都走。没事干了。用的啊？一中华嘅面试虽然唔係真件好多無花果，不過水準已過咧，買得咧。一样哦。好说的，好说的。阿婆，来别说，看嘛，你先买摕。那哪有可能要养咯啊？这样对人还有多难按多呢，安尼无公平啦！我听说东家去卖枪枪。来，生发中中国都来志明啦，叫我去加油。来，恁可以去你去食看卖哈。有好食无？哦，这就好食的呢，好食哈。来啦，天两罐啦，哈，3罐啦，好不？
好，来，我给你倒汤。哎，感谢哦，多谢你呢。来，吃好倒小宝，哈，过来哦。嘿呀，很香足呢，还蛮加提就安尼哦。卡啥？迄老迄个裤款薄薄的嘿。你哦，你要去洗还蛮做体啦，还唔加个去哦。哦，好啦。啊。接下来是王燕为你带来的《夜来香》。南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轻唱，夜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儿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很紧哦。温真饼嘞？哎，你来讲。研发迄伫老几代都要，会不会你骗戏？有嘛个好看嘅，品质有汤手，唔会好快啊。哼，怎么？哎呦，当老爷请来，送来有嘛个事啊？进州有事情，漳州的请你还。你弟两天出过来吗？啊？没出轨？我原来。你滚！哦，啊，那是这样。也好。啊。就弟，根本唔弟。就算你身边所有嘅人就弟，你还很唔弟。你根本就冇攞外边都成管度。你有要安尼想呢？留下乜嘅关系？怎么？错。跟人哋係咪嘅關係咯？哎，阿炳呢？入來啊！那是转來。我嚟那是轉來。想轉來就轉來啊！啊！啊，好嘞。日本啊，推介買咗啲東西轉來啊！來，要留錢啊！太難得了，竟然會留錢出來。我媽媽嘅。人啊，老品質哦，賣家基本，也種有圖有勢嘅書轉來啦。誒蠻耐都清華，日本聽說東東哦。用啊！唔記勇士，賣香水本愛，韓國我帶人去 France，係真心嘅嘛？當然係真心嘅啊！你不管哪樣事哦，都係真心嘅。真心，你根本唔知嘛個係真心。哎，怎麼給發現？總算知嘅。
根本就无人爱变到成官渡。舅舅，像迄尔门面，尔假口，唔系唔正经爱嘅。都要团呢？我迄年份，是去海跟梦想。去得个。彼得，买手转来。皆さん。大家通来讲。也俺恁生发奖员的奖挂，袂个真稳定。但是咱若继续用别人的豆油，用别人的物件来做，咱的成本就永远无法度降低。最重要的就是俺恁生发奖员唔会有七家的迷失。头摆，豆油对俺来讲，就是豆油，无买无错。但是也较爱一罐好的豆油，是会使互食的物件发出七彩的金光。做你本人说下迄路感动，也是我的理想，我的梦想。所以，无论爱吃几多摆，无论失败几多摆，我绝对唔会放弃。我希望大家做同来强下，做出优秀、有好色，做出本人感动的跳友。皆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好，頑張ります。品质也觉得好高啊！哎，你看，痛痛真真给后耳痛，耳痛绝啊！礼貌。你讲这个囡仔听袂到，安尼真麻烦呢。啊是倒位麻烦？这个囡仔就是你讲的迄个。系啊，伊叫做曾品质啦。就是安尼在麻烦，伊根本听袂到先生讲话，伊是要来学习啦。啊，阮若是会知影，阁需要恁好好要创啥？伊啥物时阵会当来上课啦？歹势，阮学校真正无法度收伊，你会当甲伊送去特殊的学校。迄个先生吼，会当教伊手语。手语，学伊晓就会当甲别人讲话啊。是啊，也毋过啥？假使讲是咧学手语，恁这做爸母的嘛爱对咧学。啊是讲，毋知恁这学费留会起无？我有钱也无你就要管啊！你管遐济要创啥？啊，无钱怎毋知吐事哦？咱准备考的哦。莫去动事啊！莫去胡搞。本间个啊？谢谢。我上过诶，平时点眼的讲嘛嘅，妹妹地起的讲嘛嘅，你就拉白。嘿，也哪有啦？你讲有经验，佢创造诶，也去老银行生摕来，用干啥？总有经验啊！唔要先消退啦，佢根本无出挑，一撒公演。也最咁样，我乖就乖爱，剩佢叫人嘅。嘿，充满给咱人命，又唔系战争，上这还这唔得。大家今日乜嘅主张唔系讲，好数年，品质就做啲老人交通嘅啊。但係人冇人曉得啦，司法咩唔愛。
我就送去迄个那个好狗很先生狗啊。叫做好搞贵贵呢，人家他真是没钱。那今年将嗰条钱留下来，俾你讨价的。哎，平时也下长几多岁？你想去读书啦，想去交朋友啦。我当然知啊，但係我要做點用嘅？關我開期啦，做唔得交朋友，做唔得讀書，萬一成日俾人看我。乜人看佢無啊？喺人自家看品質無啦，佢係寫來嘅，總有一年哦，會出去見世面啦。唔清好，冇開佢，連屋卡睇門都喊唔出啦。不按多少钱？咱来做地老多少讲嘛？看哦，什么讲好诶？用诶，唔 healthy。哪有可能哦？总松子，常做咧加本人生吧。咱用诶做唔得讲，啊多上卡上紧搭做诶。加用味咧哦，唔判定。用诶啊，有人得唔出来哦？哪有啊？韩国冇。哪有谁冇去搞讲得唔出？会啊，应该得唔出咧。老弟啊，用完哦。听说他多上卡上的提款。你要多上卡上怎唔冲呢？嗯。好啦，有卡多咧。哎呦，收紧时间有蛮多，希望我送唔送去？好啊。有行多准哦，行上行下唔会难嘿。哎，几条迄行踢几多摆了呀？你讲健安部要系1礼拜，健安部上踢3摆。也个脑壳，还蛮加就安尼嘞，等嫁出去哦，还得了哦。哎，用到时间上都嘛个用，佢就会唔记得咯。唔会啦。阿婆，行政副颁嘅国语歌唱比赛，你想同佢派乜人参加？派乜人？條家，要真同唱哪一首？加唱唔咯？咩啊？條家，乜個通過嘅比賽啊？其實比賽唔會更加好。耶！好厉害啊！这是不是魔术啊？魔术。错啊！魔术。错，这不是魔术啊。啊，嘿啊，魔术啊。哦，这不叫魔术，这叫黑呀。哎呦，來咗啊，做乜雞啊？啊？啊。哦，我啊。我什么？來做乜雞？走马。哦，你问我来这里是什么？来这里给你买几支笔。笔。笔。这个笔。笔的。啊，有，要不要等啦？來。注意點哈，好，給你啊。嚟，辛苦誒。唔該。
开讲，董主的案好衰哦。唔免佮讲啊，你冇个意见。好啦好啦，唔免搁讲啦，稳呢。冇个啊。哎呦，哦，很多钱哦。也本的凤梨啦。哦，会炒哦。哎，你看啊，高腰啊，就口香啦，跳高。我昨拿去喝酒诶，错啊，啊合约哦，看一下诶。合约？那个东西啊。也审法状元，审理该问题啊，所以做出奖挂哦，不会扣两天数啊。所以我想应该做股东，捡下木碎，半年来分一摆凤梨。哦，你是出钱给股东？哦，好，好啊，董也好啊，哎。俺是谁啊？啊，唔知道去啊。生发，生发，董六哥。哎，生发，河涌比赛哦，唔会派乜人参加。好臭哦！俺你唔前几听诶，无按不要俺问一下诶。哦，好，好，先讲嘢啊，唔再跟人来讲吼。好。哎，要讲哦，迄讲高蛋啊。一班嘅奖品啊，都留管你推广有关系哈，有管你唱片啊，还有管你土发书，唔管素人啊，都可以继续学。鬼语，哎，错，好吧。冇人家嘅没有参加。许三啊。贵。六哥，你要错啊？啊，唔使。哎，申发啊，我看哦，是个工人做嘅一顺数诶。一下成里应该懵懵的哦。大帮调解天数啊，一下成里吼，唔会查，错，我买去中山南路欺骗的。欺骗哦，懂哦。是吧？俺唔去吹牛啦，哦，是讲牙钱穿阿嘛。我来讲情咯。讲情啊！拜师啊，刘家，也喊唔拉拜，爱喊你达标。唔拉几多？我讲，我本来我用地球好。拜师啊，刘家，本来我可过好你的一件事情，爱喊你想去抗癌起家，想去先买屋，安尼结婚呢，你唔是迄个庄严地步的。钱差唔多诶。安尼啊？我记得继续学滚语。错。像一个哦，阿会讲可以给你的天数，你唔是中国的哦，每次都懂货呢。
多啥？唔係講好參加種迄神法種嘢嘅種歌，你會用龍順種歌？你講嘅圖片嘅龍順種嘢嘅種歌，係個創造自聽嘅亞馬人嘅上點嘅種歌詞，神法種嘢嘅種歌根本就不用得說。看總兩者就從到觀眾到順風啊！形容佢個觀眾到舒適啊！佢咩係厲害嘅角色啦？是的，不用進入好嘅，不用來高官啦，那就各位袂歹啊。還有叫做相爺，每年都得發名片，我提倡神法注意各位。你去老幾個？真是的。接下來，讓我們歡迎第12號林桂月小姐，要演唱的是《夜上海》。老唔講，多三講，總兩者嘅龍順種演，我哋重點嘅開點。開點哦。講幾來咧？哦。營業部經理，看起來也是你做改好，恭喜！係怎麼恭喜啦？唐太家講啊，人神研種法嘅種歌，咪是唔好差哦，應該全部由經驗嘅老師傅聽數啦。是講啊，一條街路按細條嚟聽，上可能大家係咪上來玩一下咪事啊？唔講嘅錯，安尼改好啊！有競爭嘅對手啊，大家爭要佇萬年嘅種歌，個好勢，錯冇？錯，冇唔錯啦。而家嘅人哦，做安尼，嘛個做用唱嘅，用賺嘅，連本樣哦，嘛用唱嘅啦。銀壇講啊，嗰兩日咧，有人做加到本樣雙紅衣嘅，係冇啊？俺兩做同比咯，俺目嘅條件都冇啦。但係俺最大嘅優點，就是俺袂用結婚來做社團，做本錢。你們終於腦殼，俺終於事情都要安尼啊，幾簡單。講得閒話啊，做一條街，也個最慢要變好嘅。唔信吧？咱怎來看啊？咱兩沙萬人喺跳搖一個行業之都嘅狀元，比賽怎個開始啊？對你鬧。好。下一位是13號古斌，為我們帶來《玫瑰玫瑰我愛你》。小美人，刚刚唱的可真好啊！你觉得我会得第几名？我都安排好了，拿第3名行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想要认识上帝界总干事，我来帮你介绍。好，好，走。桂月小姐啊，我们啊，你是按旧啊？
迪哦，你的歌哈唱得那么好。钟老板，你太过客气了。每一年都是参加运动会嘛。啊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关中校，他负责管理粮食局。他们本农商行啊，什么货源都有。如果你有什么需求，随时都可以跟钟老板说。哦，是啊，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，在你们的商店街里面有没有什么粮食啊，保存期限是比较长的，可以让我送到前线给国军弟兄吃啊？不推的粮食啊，应该说粮食，应该说是副食品，像一些酱菜之类的。啊，有啊，啊，有吧？有一家生发状元啊，生发状元，他的中瓜哦，很好吃。酱瓜，酱瓜我们有嘞。啊，还是哈，等下好，等一下。试看看，试看看，来，试试看啊。这个酱瓜好吃，跟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。您刚刚说是哪一个酱园酿的？生发状元呐，生发，来，我给你烧鸡啊。介绍。介绍哈，他是吴生发，吴成华。成华，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吴成华。你好，我是关永辉，负责粮食局的。没想到这个老板这么年轻啊，我还以为是个老师傅呢。年轻人，我很喜欢吃你酿的酱瓜。哦，因为哈。他的酱瓜哈，是用的秘方啊。秘方。秘方啊。係啦，就是按用調配，他的醬瓜哈，老平原冇共用。不一樣。哦，不一樣。我很喜歡你的醬瓜，只要你的價格可以跟我之前採購的價格是一樣的，我願意把訂單分你一些。冇問題啊。關中校能為國家效勞，我的榮幸。謝謝你把訂單給我做。啊，沒問題，我相信前線的國軍弟兄也一定很高興能吃到你的醬瓜。道長，我聽說唔會給他們失望，謝謝你。好，很好。接下來是14號萬俊斌，代表的是萬記醬園，要演唱的是《歸來吧，蘇蘭公》。阿邊，好痛！听那海洋的呼吸，充满了柔情蜜意。你的笑语和歌声，留在我的心底。园内阳光明媚无比，菊花到处放出香气，对着这么美的风光，叫我怎能
数着你的归期。听那海洋的呼吸，充满了柔情蜜意。你的笑语和歌声留在我的心底。园内阳光明媚无比，菊花到处放出香气，对着这么美的风光，叫我怎能不想你？自从你和我别离，阿姊，你跳得冲被爱涌进我的心底，在这可爱的地方，数着你的归期。归来吧，归来，请不要把我忘记。归来吧，归来，我在等你。来，看呀，哎呀，我唱色改，唱色改，错，讲话嘅时节会停堂看，有冇？也係三嘛，斑嘛，错，三嘛。平时真经晓得咧，唔含腔哦，按不会搞。拜托。应该本品质题上的亚个呢，标题图书就较无诶。哎呦，品质晓得较重要啦。本爷，那个书面无效啦，本品这款啦，我知啊，起起啦。唔唱啊？免客气啦。是讲阿斌啊，你头壳这么明显，敢讲你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这边囡仔找啊？阿斌啊，你真是为到品质上参加比赛哦？阿斌，我体摆看拢按认真哦，唔该注意品质吼。咩嘛个啊？要到神法奖赛哦，你系去参加奖诶，无啥，本都是就表示俺家赢大。生人的书当然系本身人的关键咩，我睇人拿来做嘛个？我爸爸。喂，小马哥啊，我那个唔错诶。咱准备唔需要嘅时间，最含费含好笑哦。种安尼哦。咁伤啊！冲过会照赢啦。还会嫌披萨出去冲跟赢去慢赢啦。喂，唔敢啲神法中人嘅踢盘讲来哦，挨一条假用呢。翻机招唔意啥，咁来神法中人太些啥啊？哎呦，条假用那是假嘅啊！用大家都唔掂哦。讲点啦。条假用啊，安尼算七家加本来，唔是共情，唔是歌厅，连屁根本都上下落诶，鬼好酸哦。唔上吧，我妈爹啊，公婆。过来，快些啊！爹啊！我
免想要做神法种人嘅调羹用诶。我都我思想部署嘅方面噶。人人我都，你像养种种子海。就算佢唔晓煮饭，唔晓做家女事，不过佢晓生、忙家，每家有钱，你也承认咯，係變唔一樣嘅啦。我喺唔掂哦，老幾隻神仙。條牌用嘅啦，不過係傾翻試下條線啦。你當成你講乜嘅？神法是不是较介意宪法？爱想办法可以注意到你啊。那可啥？根本同讲啊。不管俺娘会做，都比唔过宪法。下面俺头脑壳上，你要离开中央。良顺政府哦，开幕啦！所有的物件哦，拢烧好恁啦。一条重点街哦，抢做了一件庄严。你都创实力，某个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宪法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笔，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一飞，你都来。本爱偏到面，也不让紧来紧冲，变成了一条线。年来的年来。